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姐。講起鄭俊弘 Fred， 好多香港觀眾第一反應唔係星夢傳奇冠軍，唔係無數劇集主題曲，反而即刻諗起佢單單疊疊嘅感情風波。由2001年返香港闖娛樂圈，到2026年正式離開 TVB 同星夢，足足24個年頭，事業起起跌跌，唯有感情線一路充滿爭議。今日唔單止講佢唱歌拍戲嘅經歷，重點拆解佢虧欠過嘅幾個女人，由拍拖6年嘅姜麗敏，訂婚3年嘅圈外未婚妻 Bibs， 到最後陪佢挨進網暴生仔養病嘅何雁詩，最後剖析佢最愛嘅其實唔係何雁詩，係另有其人。第一部分，24年 TVB 浮沉，歌夢兜兜轉轉，事業全靠一次爆紅。Fred 出生於1983年11月10日，係加拿大出世長大，高中畢業先返香港追音樂夢。2001年第一次參加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，一舉拎埋亞軍同3個獎，本來可以順利簽唱片公司出道，點知華星唱片突然倒閉，歌手夢一夕間碎晒，執埋粒，冇歌唱路走。走投無路之下，佢報名入 TVB 第18期藝員訓練班，正式轉做演員。由2002年到2013年，足足11年，都係劇集入面做閒角、路人、死屍、國家主角嘅細佬，圈內仲俾人改花名叫眾人細佬。不論古裝定時裝，幾乎每個當紅小生花旦，佢都演過對方細佬。對白少，戲份薄，收入唔高，只係勉強維持生活。唱歌只可以私底下夾餅，登台唱下走廊，完全冇曝光機會。呢11年入面，佢唔係冇掛念唱歌，只係電視台重視戲劇，唔願意分配歌唱資源俾佢。好多同期訓練班同學陸續上位，唯獨 Fred 原地踏步。好多人都以為佢一世只會做綠葉演員。命運轉捩點來自2013年星夢傳奇歌唱比賽。當時佢只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參賽，誰知一開聲就震驚全場，唱功穩，氣場夠，最後以6成7.69得票率拎民選冠軍，同時攞埋評審班嘅專業推介大獎，成為節目有史以來第一個雙料歌王，一夜爆紅。全港觀眾突然記住呢個隱藏唱功20幾年嘅演員鄭俊弘。爆紅之後，資源即刻排山倒海而來。2014年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，推出首張專輯《熊貓的故事》，賣到金唱片成績，同年開第一場個人演唱會，橫掃4大樂壇頒獎禮所有新人獎。之後陸續出《當狗愛上貓》、《星光》幾張專輯，包辦 TVB 大半重頭劇主題曲《逆天》、《信念》等歌曲連年提名，萬千星輝最受歡迎電視歌曲、電視劇都開始俾佢擔正男二、男主角，事業走到人生最高峰。不過高峰維持冇耐，2017年三角戀風波爆出，公司即刻雪藏佢同何雁詩，商演、綜藝、劇集資源大幅削減，人氣急跌。之後10幾年一直處於唔紅唔死狀態，有歌錄，有戲拍，但永遠唔可以重返當年星夢傳奇江源嘅巔峰。到2026年，42歲嘅 Fred 突然官宣離巢，結束同 TVB 長達24年合作，同時離開星夢娛樂。佢訪問入面講，長期固定工作模式令自己失去熱誠，拍戲套路化，唱歌冇衝勁，加上仔仔患有罕見基因病，需要更多時間陪伴，決定跳出舒適圈，自己出去闖獨立發展，嘗試內地音樂會、小型巡迴演唱同獨立影視作品，事業正式踏入另一個階段。整體嚟講， Fred 嘅事業路充滿遺憾，天生一把靚聲，卻浪費11年光陰做綠葉，好不容易一夜爆紅，又因為感情醜聞，親手打碎自己嘅上升期，後期為咗養仔減少工作，到中年先敢離開舒適圈重新起步，而影響佢事業最深、拖垮口碑嘅根源，全部都來自佢理不清嘅感情帳。接下來重點拆解佢要負責嘅3段核心情債。第二部分，3大情債逐個數，每一段都留低無法彌補嘅傷。第一筆情債，拍拖6年嘅姜麗敏，紅咗就分手，女方抑鬱3度自殺。Fred 最早一段公認長期戀情係同秦沛個女姜麗敏 Leslie， 兩個人都係加拿大長大，性格同頻。
由2009年左右開始低調拍拖，一撻就6年，期間從來唔公開認愛。Fred 一直話經戀情影響自己演藝事業，將所有戀愛細節收埋。姜麗文就默默陪佢捱最低谷的綠葉時期，冇嫌佢冇名冇錢，仲憑住屋企資源介紹好多圈內前輩監製俾 Fred 識，幫佢鋪人物路線。2013年 Fred 憑星夢傳奇爆紅，身價同資源一日千里，對姜麗文態度突然轉冷，經常藉口開會錄歌唔見面，迴避談結婚將來嘅話題。當時傳媒已經拍到 Fred 同其他女藝人單獨食飯傾偈，姜麗文多次質問都只會收敷衍回覆，兩人矛盾越積越深。2014年正式分手，分手之後姜麗文完全走唔出情傷，情緒徹底崩潰，患上嚴重抑鬱症，先後3次有自殺行為，全靠家人同朋友24小時睇實先至冇出事。哥哥姜文傑接受訪問時直認從未見過細妹頹廢成咁，仲喺社交平台發文暗串 Fred 表達不滿。分手1年幾之後，2015年 Fred 開首場個人演唱會，記者問佢會唔會邀請姜麗文到場，佢淡淡一句：我哋已經1年冇聯絡，唔會邀請，態度冷淡到令好多觀眾睇唔過眼。後來姜麗文花好多年時間先至走出陰霾，遇到現任老公先敢重新相信愛情。呢段6年感情 Fred 要負嘅責任最重，女方陪佢捱足事業低谷，仲幫佢鋪人物，一旦走紅就急於切割關係，完全唔顧及女方情緒承受能力。分手後亦都冇任何安撫補償，留低長期心理創傷，呢係佢第一筆甩唔甩得開嘅情債。除咗正式拍拖6年嘅姜麗文，期間仲有一堆曖昧緋聞。每一次爆緋聞 Fred 都只會解釋只係同事朋友，從唔願意避嫌，令當時仲同佢拍拖嘅姜麗文多次陷入不安，都係加重呢段感情破裂嘅原因之一。第二筆情債，如果3年嘅圈外未婚妻 Biebs 一邊求婚一邊溝何雁詩，毀埋女方信任。同姜麗文分手冇耐，Fred 無縫銜接認識圈外富家女 Biebs， 兩個人由2014年開始交往，一拍3年。Biebs 家境富裕，從來唔計較 Fred， 當時仲未完全擺脫情傷，收入一般。兩人地下戀期間，大部分日常開支、旅行機票、名錶禮物都由 Biebs 負擔，全力經濟扶持 Fred， 真心打算同佢過下半世。2015年7月，Fred 正式向 Biebs 求婚，女方開心到同身邊閨蜜分享婚期計劃，兩個人私下講定幾時擺酒、邊度買樓，所有人都以為佢哋遲早結婚，但諗唔到 Fred 同一時間拍旅遊特輯，呢個冬天不太冷，認識同公司師妹何雁詩，暗地裏同對方產生好感，隱瞞自己已經訂婚嘅事實，繼續同何雁詩單獨見面，返屋企留宿。2017年醜聞徹底爆發，Biebs 透過網約車消費記錄查到 Fred 深夜長期出入何雁詩大埔住所，甚至試過兩人太嘈擾鄰居被投訴。質問之下 Fred 先坦白同何雁詩動心，隨即取消同 Biebs 所有婚約計劃，決定同訂婚3年嘅未婚妻一刀兩斷，轉而公開同何雁詩嘅戀情。Biebs 透過閨蜜向傳媒完整爆料整件事，話自己3年付出金錢感情，換來未婚夫一腳踏兩船，隱瞞婚約，感覺人生完全被欺騙，長期失眠抑鬱，從此唔再相信戀愛同婚姻。呢單三角戀當日佔據全港娛樂頭版， Fred 一夜之間由實力歌王變成渣男代表，網民一面倒鬧佢忘恩負義，背棄未婚妻。呢段3年訂婚關係係 Fred 第二筆無法洗白嘅情債，佢親自求婚給予承諾，接受女方長期經濟支援，卻同時隱瞞感情狀態，同另一個女藝人發展，毫無坦誠同責任心，徹底摧毀 Biebs 對愛情嘅全部信任。兩段感情重疊嘅時間線，亦都令後來嘅何雁詩無辜背上第三者標籤，連累另一個女人承受網暴。第三段感情，陪佢挨盡萬人唾罵嘅何雁詩，由第三者罵名到一齊養患病仔，呢份責任伴隨終身。風波爆發初期，何雁詩完全唔知情 Fred 有未婚妻同婚約，一頭栽入感情之後先知道真相。
瞬間全港網民圍攻，小三標籤貼足幾年。當時星夢直接雪藏佢同 Fred。本來資源極好嘅何雁詩，一年4-5套劇，無數主題曲代言。出事之後3年幾乎冇正式工作，商演斷晒，收入大跌，長期面對鋪天蓋地網絡欺凌、惡意詛咒，情緒壓力最大嘅時候，何雁詩飲醉出席朋友婚禮，當眾發酒瘋鬧。Fred 唔顧佢感受，仲試過割腕自殺，左手縫7針，差點釀成大禍。父親何哲圖一開始極度反對兩人來往，覺得 Fred 拖累自己獨女，見面全程態度冷淡，唔願意接受呢個女婿。就算身邊所有朋友長輩勸佢分手抽身，何雁詩最後都選擇堅持陪 Fred 一齊。面對輿論壓力，兩人捱過2年半負評滿滿嘅戀愛期。2019年 Fred 飛泰國準備驚喜求婚，2020年元旦公開訂婚喜訊，本來打算去美國酒莊擺婚禮，因為疫情取消，同年11月7日正式註冊結婚，補辦39席婚宴，圈內好友到場見證。婚後兩人慢慢淡化過往爭議，專心經營家庭。2022年何雁詩誕下攣攣鄭贊廷 Asher， 本來係全家開心大事，誰知仔仔出世半年後確診15000分之一發病率嘅罕見基因病天使綜合症，細路會有發育遲緩、抽搐、認知障礙，需要長期做物理治療、語言治療，終身需要父母貼身照顧。由2024年公開仔仔病情到而家， Fred 同何雁詩放棄好多外地登台、長期拍劇機會，輪流湊仔、帶細路去醫院覆診、做治療。社交平台經常分享照顧罕病小朋友嘅日常，呼籲外界多啲包容同關注罕見病兒童。近排何雁詩上節目接受訪問，罕有重提當年三角戀風波。佢坦承當初完全唔清楚 Fred 仲有未婚妻 Bibs， 仲講出一句好多人印象好深嘅真心說話：如果一早知自己係第三者，絕對唔會同 Fred 一齊。佢亦都坦言，回望當年，只覺得自己年少天真，但唔後悔而家嘅家庭，同時對當年受傷嘅 Bibs 姜麗文心有內疚。好多網民會討論呢段感情到底算唔算 Free 新嘅情債？嚴格嚟講，一開始所有爭議源頭都係 Fred 隱瞞婚約，令何雁詩無辜承受第三者罵名，事業重創，嚴重抑鬱自傷，仲要後半生一齊負擔仔仔罕病嘅沉重壓力。佢對何雁詩嘅責任同前兩段唔一樣。前兩段係主動辜負、抽身離開，呢一段係兩個人綁定命運，從風波到養病，一齊扛所有代價。呢份責任唔可以話斷就斷，會跟住佢成世人。第三部分，事業同感情互相牽連，浪子一路付出嘅代價。第一個代價，公眾形象永久受損。星夢傳奇累積返來嘅實力靚聲乖乖男人設，2017年三角戀之後徹底粉碎。往後10幾年，不論出新歌、開演唱會、拍劇，底下評論永遠離唔開當年情債爭議。好多觀眾永遠唔原諒佢欺騙2位前女友，路人緣大打折扣。樂壇資源永遠唔會再將佢擺去一線位置。第二個代價，連累身邊人承受無妄之災。姜麗文抑鬱多年， Bibs 對愛情徹底失望，何雁詩事業停滯，患上情緒病，仲要一齊照顧罕病細路。3個女人因為佢嘅猶豫同隱瞞，各自浪費好多年青春，承受唔同層面嘅心理、事業創傷，呢啲都係 Fred 永遠補唔返嘅虧欠。第三個代價，中年之後長期背負心理壓力。自從仔仔確診天使綜合症，好多網民會將呢件事同佢年輕時感情爭議掛鈎，講係因果報應。每一次佢分享仔仔日常，底下都會有惡意留言攻擊。Fred 訪問入面話自己有段時間自我懷疑，不斷反思年輕時處理感情嘅錯誤，明白當年太自私，只顧自己事業發展，忽略身邊人感受，先至留低一堆解唔開嘅恩怨。當然亦都有另一種聲音覺得人年輕總會做錯事。後期 Fred 願意放下所有爭議，專心做老公、爸爸，每日抽時間陪仔做治療，減少應酬同緋聞。24歲犯嘅感情錯，42歲用成個家庭去承擔代價，算係慢慢學識負責，只係唔管後幾多年幾努力補償，
對姜麗文同 Biebs 造成嘅永久性傷害，永遠唔可以抹平。第4部分，靈魂拷問，一路周旋3個女人 ，Fred 鄭俊弘最愛嘅究竟係邊個？好多人睇完佢3段感情史，都會問一個核心問題：姜麗文陪佢捱過最窮最谷底嘅6年 ，Biebs 用金錢同真心撐佢上位，何雁詩陪佢狂盡全網臭名，同佢共度最黑暗嘅歲月，仲為佢生仔，陪佢捱罕病磨難。3個女人，每一個都為佢付出極多，但 Fred 鄭俊弘由頭到尾最愛嘅其實係自己。從年輕到中年，佢所有感情選擇，所有欺騙，所有切割，所有腳踏兩船，全部都係為咗保護自己，成全自己，優先自己嘅前途同感受。對姜麗文，事業未起飛就穩住對方捱低谷，一爆紅即刻切割，唔想舊情拖累自己形象，優先自己上位。對 Biebs， 需要有人陪伴，有人資源扶持，就留住對方。遇到新歡，遇到更合眼緣嘅機會，即刻拋棄婚約，優先自己快樂。對何雁詩，當年隱瞞婚約，明知會連累對方身敗名裂都照愛，本質都係順從自己當下嘅私心同好感。就算近排何雁詩講一早知情，就唔會同佢一齊，都側面證明當時 Fred 從未坦誠交代全部感情狀況，只顧自己中意。後期佢收心顧家湊仔，低調做人，唔係因為佢突然變得無私，係因為佢已經過咗搏上位嘅年紀，經歷過事業跌谷底，見過輿論最惡嘅一面，亦都需要穩定家庭，安身立命。佢唔係中意傷害人，只係永遠第一優先一定係自己。佢一輩子嘅感情邏輯好簡單，邊個可以成全佢，邊個唔阻佢，邊個能夠俾佢安穩，佢就留低邊個。所以講到底，3個女人都係佢愛嘅人，但全部都輸俾佢自己。第5部分，3份情債伴隨一生，浪子是否真正懂得負責？好多人問 Fred 算唔算浪子回頭？客觀睇，年輕時佢習慣逃避責任，隱瞞感情狀態，傷害2位前女友。結婚之後，佢確實減少所有緋聞，將重心放家庭同仔仔身上。面對網民指責，唔再辯駁，願意公開反思從前嘅錯處。但負唔負責唔係睇後期點樣補償，仲要睇當下面對感情嘅態度。對姜麗文同 Biebs 造成嘅傷害已經發生，永遠唔可以抹走。呢2筆情債，佢一輩子都要背住。未來 Fred 離巢之後會專注音樂同家庭，繼續帶仔仔做治療，同何雁詩互相扶持走落去。至於從前2位前女友，佢哋都已經各自展開屬於自己嘅新生活，放下從前陰霾。3筆情債，3段完全唔同嘅結局，亦都構成鄭俊弘 Fred 最完整、最充滿爭議嘅半生，係樂壇實力唱將，亦都係一輩子背住情債嘅浪子。